thế gom giá được thế này lưu xem là pin thọc đồ đó pin thọc bút chấm xin là tiền này thế này Yesu ta khai cái gì đó mà đi chulo yomi cái gì đó mà đi xem mà bảo cái cái gom giá ta thường sang na ari mà đó rồi là gom giá tăng học cái đồ xem. 那么这个四念住的法门呢，因为容易修持，而且呢，一修持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感受到身心的那种怎么样，就是说喜悦安住等等的。所以呢，在这当中呢，就是这个书里面呢，它完全呢不牵涉宗教，也不去谈基督教，不去谈回教等等的，单单就只是在静坐的这一个要点上面。所以呢，这个法门呢，在欧洲呢非常的盛行。后来呢，传到了美国呢，到美国看到这样的修法呢，也是非常的欢喜。所以呢，现在呢，传到了美国。gom giá được xem tempo hơi lỗ cháo na men đã giá được tắc tắc giá hiệu con đồ xe, mất xe được tắc tắc xe hiệu con đồ xe. thế thì pen thô yếu nè, đi mà là thì giá gom giá cũng phải chấm xin thế, gom giá được xem hơi lỗ cháo ra, xem tempo hơi lỗ cháo na, lấy cái này na tắc tắc chế cái đó, thế thì men đã giá được tắc tắc giá hiệu con đồ xe. 所以呢，依着这样的禅修呢，它能够让我们呢，这个身心呢，非常的松缓安住。所以呢，在那个当下，心呢也就能够专注。你要做什么事情，在当下就能够非常专注、用心的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军队呢，训练他的士兵射击呢，也是用这一套禅修的方法，因为让你的身心呢，整个先放松之后，最后呢，你能够很专注的去面对。所以呢，就应用到这个军队的训练上。thế thì thế này ta có ra chỉ đang đã nói chuyện có mới có做的计划什么拼出来的，现在绿地地带那样打开平了，那这边有，那这边没去那样嘛的，本来我做南半岛我当然那拍的呗，老七八的时候我原本呢，但是南半岛大地带那工的加起。现在现在这个要把人呢，他可能没这可能被几步抢个了我的，几步跟他配个的，马到样去了门口当公家呀，当东半岛呀门口一个人口的说，吃了没事呢，白干来这个东你马上不抢呢。那当然呢，佛法的究竟的目的呢，是为了我们的来生能够达到更究竟的这个解脱。但是呢，在这样佛法修持当中，它对于我们此生呢，它是必然的，它会带来。种种的这个利益的，但是呢，它并不特别强调我们此生的这个利益。这样，举例来讲呢，就好像说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比较年长的这些长辈们，那么就像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呢就是跟着这些仪轨等等做一些念诵，最后呢持咒，然后该禅修的地方才会静坐一下。经过这样的修持之后呢，当下那个内心呢也会感到一种非常平和、很喜悦的这样一种法喜。那么呢，这个呢会比起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同样年龄的这些个老人而言呢，可能呢他一天里面在他的生活当中全部都是世俗的这些个烦恼等等，相对来讲，那么接触佛法的这些个长者呢，他们的内在心灵上面、身心上面呢，会比一般没有这个宗教的这些人会来得更好。근데 추초 때네 딱 개모츠나 추초래 개모츠나 라네 시용다 냠리 차창 용기 라마 야부시 요래 지난 중은이 때라 돈항 때네 법용시 돈나 고급 차창 요래 대인도 땡땡땡네 개모츠나 라다가 짐다세 배샤푸와 잠시다 양는 돈바다 돈 제공의 주 야야바 많이 봐 오늘 지난 주 법용의 제 돈항 때네 법용시 돈의 배 야부야래 那么我们这个道场呢是康布禅呢目前呢，他所这个发心成立的这个道场。那么康布禅呢目前呢本身呢就是一位无论在学养跟实际的修持上面呢，那么都是具格的这样一个上师。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弟子呢，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很好的发心，然后跟随着仁波切来做佛法的修持，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说参加这些个灌顶、领受这些参加这些法会啊、领受灌顶等等，同时呢，对于佛法的这些深入的这个意义呢，能够从仁波切那边呢，那么不断的听闻跟学习，那么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有福报的。근데 땡에 강치 시에 인생은 가장
다른 이슈 좀 가장시야 다른 이슈 좀 되네 고조 너나 대대 타wen라 대대 라마 자와도서 되네 등상 내내 타wen 나로라 난취대 간다 차가 요미고 로랭 그 총도很抽松啊等等送意那么之所以讲这些话呢，是因为在23号那天呢，那么在台北在台北，那么有一些就是我们台湾在台湾弘法的这些个喇嘛们呢，他们就聚在一起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种讨论有关于呢佛法西藏佛法呢在台湾弘扬的这样一个大致上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讨论到这个部分。근데 뭐도 시에네 되네 오늘 남바 세바에는 남바 나주 실내 핵시 고군도스 추소고 로마도서 남바 얘는 남바 나주 시바해 시킨식 조 고군도 마도바 그 드그민도스네 삼자 디오송데 얘네 뭐 카게 라버갑서 나주 트레는 뭐 니즈 솜저마도 용로 지게민도스 남바 동완고 하는 마보 용은도세 때때 차바데 랍서 때다 ngacho tene kanse ka hobyong se tang de ta so chen ngachi pha ma lamdong ya bo ma zu yin ji so chen chirang zu se tang de te zu no ne ti thama re de nga nang ba yin se wa zam ma do ba ke nang ba ko go do gang ya me ba cha na pe kim sa yong sa re 在讨论的时候，大致上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既然呢，身为一个佛弟子，一个佛教徒，那么对于佛所说的这个义理呢，内心里面呢，应该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那因此呢，任何的道长在台湾这个地方弘法呢，应该多少要着重在佛法的开示解说跟开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呢，如果是一个说法的讲解开示的这个法会，这样的一场课程的话呢，可能呢就只有2-3个人来参加。但是今天呢，如果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修法，或者是传授什么样的观点的话呢，那就做我们满满的这个弟子这样，所以呢就产生这样一种很奇怪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虽然说口头上讲我是一个佛弟子，但是呢，真正对于佛所说的这些个义理呢，内心里面又好像不是那么了解。然后说我是一个佛弟子，真的有时候觉得那个情况真的很奇怪这样子。当时所以就讲呢。这个一方面就是说造成上师们呢，他们在弘法的时候，会觉得呢，明明应该要在这些经论的佛法开示上面呢，多花一些时间的，但是呢，做这方面那个教授的时候却没有什么人，变成说还是大部分都着重在法会各种的修法或者是观点上面。那么这些弟子们呢，着重在这方面，那长期下来呢，对于佛法的内容却没有真正的深度的理解。다시 거때 때네 람동 랍자이 람동네 람드네 도그레세네 디가 랍자이 가이스는 람과 야보 해라 때네 쇼송아예는 맘자마도 타나 렙도그레 람과 인가랑 로사달라 딱딱 로마 해나 타나 렙고 말아 때네 오늘 나랑 남바세나 나주고 고도 십자라 강랑 강사코 나주세야 되지 타다자 요 말에 되네 제 양되는 제 시용으로 나주고 선업 연바다 십자 예다다 다가 말이 강따 제 시용으로 되네 최초라 람동 합자이 제 용。 因此呢，刚刚主要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大家呢在佛法的学习上面呢，要知道这个学习的这一条道路应该怎么样的去学习，要不然呢。就譬如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你可能呢要平白的浪费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到达那个目的地。如果你知道呢这个路途是怎么样的，这个路应该怎么样走的话，你可能很快的就能够到达那边的。因此呢，我们呢在接触佛法上面，对于佛陀所说这种种的教法呢，那么应该尽力的去学习。虽然说佛法呢是无边的，但是呢，佛法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用心的去学习一法的时候，从这一法你就能够进一步的在引申去契入到更深的这些教法，它会一步一步的，然后引导我们去认识到整个深奥的这些佛法，这就是佛法它本身的特别殊胜的。那时候呢，你在学习上呢，反而呢是一种很容易的，不会很困难。那当我呢的别吃苦让血压我中意的。现在我们开始呢来讲这本论本身，已经1个小时了。
那当我做了有得把的旅行你的，我们说呢，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就是我们的身跟心，身体跟心理。是吧？那独落的时候呢，我就做不了有不独落的，人家都是你们牛的，我打。我们现在有的身上所有的这些衣服啦、装饰，这都是后来才添加上来的，后来再买的。那个旅的业务家多的，我就学些了的。也没个死老了嘛的，我就学了的。哦，对，他今年搞死了。但是旅的呢，业务家呢，怕业务家个用的了，他当然呢，业务家个的。当然，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色身它是会变坏的。就到了来生，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身体，就是讲不断在更换这个身体。但是生的呢，可能旅的那的呢，但旅的就算的，是的，康巴那人就算的，我是业务家说的的。但是我从中康业务家个有啊，对那人些呢，生的没那人的我去说呢。但是可别有一种不能用着，有一种不能用的，但我这个中康的我个，如果的命路吧，但地难了，难就都要的。那我们的心呢，就好像那个旅客一样，那么他呢，从这间旅馆搬到另外一间旅馆，从这间房子搬到另外一间房子，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呢，那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旅馆的这个房客，就是我们的心，就像呢是里面住的这个人呢，他的住家，他的那个皇宫一样这样子。但是他当然那样，他旅的业务家呢，这个话他。大概没旅的业务家个的，这些呢，弄到的叫呢，样中康着我没旅行特别的，样呢，等着劝着我，拍惯着我，等着这个特别的，样呢，我最大，些样的药，完痛的讲同样没把拉当这了说吧，他的最旅行样中康着我特别的话大。因此呢，在现在我们这个色身呢，它是一样会坏灭的。当死亡的时候，如果呢我们福报够的话，那么来生呢，我们也许再一次的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人生。也许呢，如果福报比较低劣的话，到了来生呢，也许就投身到所谓的畜生道，或者是恶鬼地狱，或者呢，你福报更好的，也许呢能够投身在我们现在所讲六道里面我们看不到的，像这个天界等等的这些个处所。那么总之呢，这个色身毁坏以后，我们的心呢来世会有不同的一个投生处。等着现在旅的sem的个旅的业务家呢，如果那个说了，旅上人去，等你sem的得到马达瓦强呢，本来中康一上要做个，中康几步要不有呢，那得几步有的，中康他恰的是难了呢。啦，他别个来的，特别来有些人我说家下弄完了，中康教的时候啦，这教学的，那是上教来就多很多呀，他，个来有的。那么因为呢，这个。心的这个人呢，不断的在换这个住处的缘故，所以呢，如果现在呢你换到了住处，你是到了一间很高级的这个旅馆的话，或者呢改天呢你换到一个非常低劣的很不好的这个小旅馆的话，那么自然的你在这种生活上面的感受啦，你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今天呢住的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个旅馆的时候，你可能生活上的各方面的这些资源呢，都是非常的舒服的。如果呢，你今天呢住在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旅馆里面，举例来讲，就像印度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设备很差的，你甚至到了那个里面呢，那么你连想要上厕所、饮水方面呢，都是非常这种不方便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心呢就会随着这个不同的这个旅馆，不同等级的旅馆，那么有不同的这种欢喜跟快乐的情景。但呢，他真的是呢，旅的业务家不那告诉了，旅亚个些 top 的中康大不旅亚个些 top 的多个 top 谁呀的，说顺多把有米给家骂的。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心，它在转换另外一个住处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住一个好一点的旅馆，我不要住在那个很破旧的旅馆。这个呢，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说，我想要住好的旅馆，就能够住到好的旅馆里面。
네 가서 롱강양 간다때 다 되는 대 톱부터 배샤 요미를 하래라 배샤 야보 요는 롱강 야보나 되그래 메는 근데 쪼래 다 다니 메는 되네 야르거라